我的厝伫咧府城四边境的拍银街，全台首学的孔子庙离我的厝有一段距离。叶石涛出世于全台南上界有钱的打银街，永过出嚟家境袂歹。阮叶家古早就是伫台南即个拍银街来徛起吼，伊是好野人。吼，拍银街就是即个台南即个所在，拢咧卖金啊、银啊、首饰即个所在，这是拢大好野人的所在。伫迄个八成台湾人拢做农的时代，会当互叶石涛无烦无恼，拼性命读铁学，对文学痴迷，无开时间伫咧教科书顶面。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数学、理科成绩无好，中学輟业，互先生讲是无用之人。叶石涛虽然受到真大的打击，但伊早早都下定志愿要做文学家，甚至早都用日语开始写小说，受到文艺台湾主编辑的注意，开始找伊做编辑。辞掉编辑以后，有机会开始伫公学校教册。战后，同时阵嘛伫报纸顶面不时用日语写文章，却伫1953年，互人指控治匪不报。下暗天气真寒，随着吉普车驶真紧，一阵冷风对伊规着迄个双脚头降到伊的面顶来，往去快乐的生活情景，如常一出出的电影镜头，伫伊的面头前闪过去，干阿头的目屎忍不住转滴落来，只是伊遐扫无头猫，谁哪会去用了？就安尼，互威权政府按一个政治思想罪，甲伊判刑5冬。啊，白色恐怖了后，阮爸爸迄用掠去关了后，伊迄用掠去关是知情不报，伊算讲是该当作思想犯，吼，伊用掠去思想改造。入去笼仔内，因为减刑3冬以后出来。但是无人敢请伊，就安尼找无假册头路，5不治3钟，因着工友的膝头。一直到1965年，叶石涛决心转来文坛。伊进前伫个戒严时期是毋敢写，所以伊即几篇的可能伫个头壳内底写足久啊，就是袂当发表。吼，啊尾仔即个戒严了，阮爸爸伊的迄个台湾文学史纲就出来啊，出来了伊就算讲伊的规个政治的即个气氛嘛较开放嘛，所以就甲遮拢写出来。台湾文学史讲，以台湾作为主体，为台湾的本土文学定调，就要有坚定的台湾意识。伊嘛含中条证。一南一北，共同为台湾本土文学、乡土文学来创作，受到台湾文学界无限尊崇。